有人的地方，就是本来就会有各种沟通上或是什么的，不是一定只有女生才会多愁善感。女生力气比较小，或者是比较不应该做一些需要出力的工作。高中就很想要念资工，但我爸是一个很喜欢泼冷水的人，他就常常说，那都是男生在读的系，为什么你要去读？这件事情跟女生男生没问题，这件事可能跟你的体能、跟你的意志力、跟你的反应能力有关。作为导演，我们比较是站在一个统整、领导跟发号施令的角色，所以其实如果不是在非常熟悉的团队里面，常常还是会有一些质疑的眼光。女生就是因为每一个月都有生理期那些，它会那个荷尔蒙影响到我们的情绪，他们可能就会觉得女生是比较情绪化的，不那么适合做这个大事或是管理职。应该有95%都是男生吧，然后我们部门全部都是男生，我是唯一一个女生。我大学跟研究所都是念资工，男女比大概是5到6比1。进了职场的话就更夸张，我们整个组里面有30个人，我是唯一的女生。演员遇到生理期，真的我觉得非常不方便，因为我们有时候去上山下海的时候，空服员在航班上MC 突然来，然后会影响到你可能太不舒服，可是因为在航班上人力都很极限，所以其实这样就会给别人造成困扰。我其实会很害怕他们就是帮我冠上我想要偷懒或是我不想来上班的理由。航空业都会限制年龄，如果你怀孕生小孩，可能就要在地面上留停，那段时间你就没办法工作。我们一个 VP 女性 VP， 她在 career 上可以这么 success， 她老公说 ，because you marry well， 她的家庭都是支持她的。你是不是飞久了之后，你就没办法好好的照顾家庭，或是你飞久之后是不是就生不出小孩？让女生好像会陷在一个处境，就是我要选择结婚还是选择工作，就仿佛我们只有这2个选项。大部分的女生都是比男生更富有同理心的，所以其实，在沟通这件事上，我觉得女生其实是可以做比男生还要好。常常大家比如说在 argue 一个议题或者讨论怎么样做比较好的时候，有时候会容易火爆激动。可是我觉得有女生在场的话，比较可以当这个缓和啦。应该是每个人适当的看自己的状况去做，你应该做得到的事情，而不是一开始就先用性别的标签来区别说，你应该做这个，你不应该做这个。很多工作并不一定是只有女生不能做，或是只有男生可以做。我并没有觉得就是性别会限制你在科技业，只是你要做好心态的调整，然后去找到属于你的那个特殊的能力，然后你就可以发光发亮。一个更大是 inspire 跟一个 encourage 的概念。因为比如说你可能看到很多很成功的女性的 VP 或很成功女性的 director， 那你会觉得这个其实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可能的未来。不要被这些威吓、威胁、标签跟限制了你的想象跟你的潜力。